喺澳門呢個國際旅遊城市，喺旅遊區購買一個物業究竟有咩選擇？細細嘅澳門舊年就有3500萬旅客入境，咁我哋嚟到澳門最具特色嘅街道新馬路，呢度亦都係旅客最常到嘅地方。嚟到接近100年歷史嘅李錦記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物業就係佢嘅對面，就係眼前呢一棟5層高嘅物業。物業共有6層，以成棟重建成為住宅加商業。咁全棟嘅建築面積咧係5800尺，咁地面同地庫為商業部分，上邊4層為住宅。咁住宅共有10個單位。新馬路近期嘅變化都好大，國際酒店、新中央酒店都已經全部重新活化開業，吸引咗唔少嘅遊客前來打卡參觀，彷彿穿越時光返到100年之前。咁16浦嘅附近呢，又活化咗一個大型嘅商場綜合體，咁周圍亦都有唔少嘅一啲酒店賓館可以提供到，吸唔同嘅遊客去入住。而且呢一棟物業呢，佢仲有條件可以改作賓館。如果想長線投資擁有嘅朋友，可以往呢一方面去考慮。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關於呢一棟物業嘅資訊，歡迎同我聯絡。